显呀，缺乏配合，有勇无谋。老爷子高见，我认为球员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，应该在赛前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，对待不同的对手有不同的策略，变换不同的队形。还有，应该把每个球员安排到能发挥到他们特性极致的位置上去。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教练应该学会随机应变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注重的问题。子豪啊，深藏不露啊！啊，小小的年纪竟然懂得蹴鞠之术，这些也都是从我父亲传给我的那本武牧遗书中看到的。没事我就翻翻，略知皮毛。哈哈哈哈，皮毛，知道就不错了。来来来，坐爷爷这儿啊，坐这坐这。谢谢程爷爷。哎呀，子豪啊，现在这个冬季大赛马上就开始了，我们这个队啊是6连败了，再不扳回来，6年倒数第一，老夫这面子往哪搁呀？啊，现在呢，我想请你当萨子路队的总教练。真是嘴给婶子惹祸呀！看来这次躲也躲不掉了。你说，你到底当是不当？也罢也罢，如今的国足一塌糊涂，从娃娃抓起根本就是屁话，要抓就得他妈从唐朝抓起。米卢算个屁呀！老子豁出去了！想什么想？到底当是不当？当，就包在我身上。好，来人呐，备酒！今天呐，我们要喝个痛快。是。小侯爷能行？能行。夫人啊，不让你们这些人去后宅，实在是难为你们了。老是那么跑前跑后的。后来我琢磨了一下呢，咱们要弄一个土电话。夫人。哎，夫君。夫君。夫君喝多了？没喝多。夫君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？真的是太神奇、太舒服、太贴心了。什么东东？就是夫君早上送给我的那个很贴身的东东啊。夫君，你看，怎么动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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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动都不怕。夫人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谢谢夫君。怎么行？等过几日妾身身体好了的。好。哎呦！这么早就来了，还真是干事业的人哈。哪里啊？先说，主要是秋天的比赛要再输的话，爷爷非跟我抄斧子不可。那就走吧。昨日的比赛有数名球员受伤了，今日也是不宜再训练啊，过个4、5日再说吧。今天不能训练，不代表不能总结经验啊。昨天新办，这不正好组织大家总结一下经验，讨论一下战术，再回放个录像看看什么的。子豪兄，我今天带你去同福楼对诗会的。对诗会？那有个屁意思啊！一帮穷书生唧唧歪歪的。子豪兄有所不知啊，这对诗会啊，全都是文人墨客、窈窕淑女啊。你到底去不去？窈窕淑女？那我跟夫人请个假。妈，你且与夫人说是与我商议蹴鞠事宜，万不可跟她说起对诗会的事儿，切记啊。走着，走。二女，夫人，你喜欢老爷吗？一流看不出来，人小鬼。好，
兄弟海量啊，不愧是豪杰之士。今天既然如此雅兴，小弟就献丑了，为大家吟诗祝酒，怎么样？吟诗祝酒，男人不喝酒，交不到女朋友；喝酒不唱歌，那酒等于白喝。说得好，子豪兄一语就道破了这喝酒当中的玄妙啊！既然如此，世人，那我就献丑了啊！前段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中央。好，怎么样？小弟我斗胆献丑了，也为列位啊献诗一首。程兄要来一首，你回去。近万里兮，渡沙漠，为君将亲，奋匈奴，戮穷越兮，诗人催，世中王兮，名已退。老母已死，虽欲报恩，将安归？我听我爷爷念过。你还会念诗呢？哎，好，吃。子豪兄一直都不动声色啊，没错，是不是？久闻子豪兄可是诗画双绝，不如借景旁色，作诗一首，也给我们添添情趣，让我们见识见识子豪兄的大才，怎么样？没错，子豪兄来，诗画双绝可不敢当啊！小弟前日那个脑袋犯那个病，现在还不太好，诗画这个记忆已经忘了。各位要是不嫌弃呢，那我就给大家来个舞刀助兴，如何？好，太好了！那小弟就献丑了。我这个降魔刀法，可是我在失意之间用心悟道的，总共864式。耍起刀来，刀在人在，精尽人亡。你们大伙儿都给我闪开！快刀！此刀法怎么如此有韵律？抖刀！完全没有见过的刀法哎，与众不同。甩刀！拧刀！此刀法果然新颖。再有就是暗器了。哇！那请我写。厉害！这个人是谁？他在做什么？回公主，此人便是因失忆症而传遍长安城的王修王子豪，他现在正在舞刀弄枪，其套路招式极为深奥，奴婢看不明白。他就是王子豪，那九花玉露就是他配制的。他还有一个才情双绝的夫人，是不是？是，正是此人。有点意思。去，传本宫的话，请对面的才俊来此做客。是。行，我自己来。
补电话呢，您和老爷在后院摇这个铃，前面那个铃呢就响了，我们这些仆人呢就知道你们和老爷出事儿了。如果我们仆人出事了呢，就在前面摇那个铃，然后后边的铃就响了，你就知道我们仆人出事了，就是这么便利。夫人这办法果然神妙，您继续。哎，等等我呀！各位才俊，兰陵公主有话，请到对面雅间一叙。哎，不行，这个可不行啊！都是禽兽，想看我的笑话，没那么容易。子豪，既然大家都不同意你取消，那就按世人说的办吧。一会儿你若真觉得为难，本宫替你向他们求个情，如何啊？哎，公主好意，子豪心领了啊。一会儿还请公主手下留情，多多周全。吴先生，夫人让你算一下，今年的收成能兑换多少银子？比去年多了2成。哎呀，今年的日子好过多了，再加上小侯爷生病的时候接的那些礼金，侯爷府总算是缓过气来了。不，这接来的礼金呐，早晚都得还出去，这些个不能打在开销里。说的也是啊，借多少还多少，人情往来自古都是如此。不过也知足了，前些日子夫人还要变卖嫁妆和首饰呢，现在看用不着了。咱们王家的先人显灵了，让咱小侯爷害了这么一场大吉大利的病。钱管家。夫人，夫人，把礼品里那些药材都运到我娘家去，放到药房寄卖了吧。哎，别忘了跟我大哥说，都是上好的药材，一定要现银入库。是夫人。子豪输了，子豪输了。
什么吗？夫人，夫君，我被程初那小子给骗了。怎么要紧吗？他本来说要带我去蹴鞠队的，可是走着走着就到了同福楼。你知道我失忆之后根本就不记得路，我就被他给拐骗了。然后呢？他们干嘛？为什么要欺负夫君啊？他们说要猜谜，我当时喝得神志不清，稀里糊涂的就跟他们去了。可怜的夫君被他们算计了，这帮人真坏，竟然欺负夫君失忆。我还输了。夫君，我哪里会做什么诗词歌赋啊？当时我很绝望，我很气愤，我很孤独。可是上天还是眷顾我的，我冥冥之中看到一个女子飘然而来，神奇的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是谁啊？就是夫人你呀，我最最亲爱的夫人呐！是你给了我勇气，给了我希望，给了我力量，还给我做了一首诗。我给夫君做了一首诗。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个日本人，我真想抽自己2个嘴巴。我还给夫君做了一首诗。是，你做了。你当时风姿绰约，体态婀娜，你就像那救苦救难的活菩萨，普度苍生的女神。你轻启朱唇，声音美妙动人。宝轮金地压人环，独坐苍冥起玉关。北岭烽烟开未却，南轩气象震上山。霸陵车马垂杨里，巾帼城池照落轩。暂放尘心游物外，六街钟鼓又催还。你都不知道，当时我念完这首诗之后，他们一个个都什么表情？让他们还敢欺负夫君？我的夫君最有才华了。不，是夫人你有才华。这首诗是夫人神魂相魄授意我做的，所以这首诗的版权应该归夫人所有。我？当然是你啊！妾身好幸福。我当时就义正言辞地告诉了他们，这首诗的作者就是我的夫人。我？你这还别说，这小侯爷大病一场以后，这花样还真多。我觉得也是。多说几个字能死啊？从小就这样。对。二夫人，告诉侯爷和夫人，那个今天我还没说完呢，他怎么就走了呢？就你废话多。在这一集里，王子豪遇到了兰陵公主，二人之间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觉。下一集，王子豪成了足球教练，陈雪影成了大唐第一才女。侯府财源广进，二人商量着怎样回娘家跟老丈人做生意。自从我失忆之后，一直都没有见过老丈人，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。